你叫咩名啊？我叫夏麗瑪，幾多歲？今年23歲，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，想唔想去香港？我好想去香港做嘢。好啊，你介紹你自己。好啊，先生太太你哋好，我叫夏麗瑪，今年23歲，我結咗婚，我有一個仔，我係會教徒，我之前做過喺洛陽2年，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學過少少最中國餸，好似蒸雞、蒸肉、蒸蛋、炒菜、蘿蔔粥、煲湯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女人家，好似帶公公夫婦去住宿，幫公公夫婦換衫，幫公公夫婦沖涼。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，好似幫佢哋沖涼、同佢哋玩、帶佢哋返學。我學過點樣照顧 BB，好似餵 BB 飲奶，幫 BB 沖涼，幫 BB 換尿片。我中意寵物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兔仔、貓仔同埋狗，我唔驚狗。我好想去香港做嘢，因為我想賺多啲錢，我一定會勤力、老實同埋聽話。希望先生太太請我做工，多謝晒，喺香港見，拜拜。